喺呢個時候，佢望住聖誕老人話：咦，呢個咪係舅父咯？冇諗到聖誕老人原來係舅父扮演啊！舅父，我都想同你一樣帶歡樂俾小朋友啊！好啊，你同我一齊去兒童醫院探訪啦。返到屋企之後，晶晶同媽媽一齊自製聖誕卡送俾小朋友。佢哋將唔同形狀嘅彩紙貼喺卡紙上面。媽媽先用三角形做聖誕樹，然後用圓形做聖誕彩球。晶晶用正方形同長方形做禮物，又用顏色筆畫上絲帶，為聖誕卡增加色彩。靚靚嘅聖誕卡完成啦！喺聖誕節嗰日，舅父帶住晶晶去到